日本3.11地震引发福岛核灾已经13天，今仔早起有环保团体去到立法院抗议，指出福岛的核灾各单有关也未收煞。国民党的立委煞个优先要推动修法，让咱老旧的核电厂继续放，安尼是互全民来承担核灾风险。 环保团体代表甲反对研究安全第一的标语，直接打入立法院群贤楼外口的铁门，要甲国民党立委讲，因反对修法，取消核电厂研究需要伫运转接照告期进前至少提早5年来申请的规定。 这无疑是想要在迫使核安会草率的去审查，只为了延续核电的利益，却迫使全民去承受老旧核电厂的一个事故风险。款团指出，核三边啊，就是恒春的活动动站，核岛区下骹地形已经变形，坚决反对研究。 演绎不可能掩盖核三厂下面地质变形的这个事实，绝对坚持反对老旧核三的演绎的。除了核电厂安全，款团嘛认为要找到有高度稳定的地质条件，作为核废料最终处置场址困难重重。 台湾的地质条件其实都非常难找到这样的条件。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即届要号召反对老旧核电厂研究的人士，诉求反对老草来修法，嘛提出老旧核电厂的5大风险，包括设备老气可能会造成核灾事故；而长站的边仔若发生大地震，恐惊引发核灾。台湾的人口密集，疏散困难，有高放射性的核废料无所在通放，最终处置的场址到打嘛真歹找。记者林正文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